赵王他什么也不会，怎么能去打仗啊？我这还没成亲就要守活寡了。丽丽啊，你哭可以，别这么损人行吗？娘娘，奴婢真是想不明白，您说皇上北征就北征，带着我们赵王这个累赘做什么呀？哎，齐胜啊，是对这两个兄弟不放心啊。齐胜这次带着他们两个出征啊，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仅是兵荒马乱就足以让他们朝不保夕了。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娘娘，皇上在圣都为您留下了自家人，看来他愿保的人只有您自己了。往好处想，齐胜是想给我身边留个可用之人，但是往坏处想，他这是要铲除我身边的势力啊，然后再将我和张家一举拿下。娘娘，那照您这么说，皇上是早就想好将咱们一网打尽了？是啊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老天爷怎么可能让我好过呢？从我刚当了女人第一天起，他就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，现在毁得我肠子都青了。我跟九王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CP 党，你说我怎么就偏偏中了齐胜的下怀呢？我发誓，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齐胜有非分之想了。扬言吗？你是谁？我要喊了啊！鹏鹏，是我。九王？鹏鹏不必紧张，我已经让杨岩查探好了一切情况，才帮我翻进来的。那就好。北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您是怎么安排的？齐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北伐，导致国力消耗，民生积怨，更让自己身死疆场，这也算是罪己诏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齐胜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，趁着战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胜。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？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，鹏鹏要谨记，一旦我那里成事，你就用此圣旨辅佐小皇子登基，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。没想到九王竟为我做得如此周全，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。万一事情不成，若是不能成事，甚至事情败露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本王头上。鹏鹏，你大可放心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竟无以为报，我实在觉得亏欠你太多了。鹏鹏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难道鹏鹏的心意已经变了？不然为何会说出亏欠二字？事发在即，我明白你的焦虑，但是鹏鹏不要忘记，是齐胜逼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我们已经别无他法。九王，我的心意不会再变了。即便是从前我有愧于你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一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谨记于心。我更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向和要走的路，请你放心吧。那好，还是那句话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，万一朕回不来了，浩儿便理所当然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柄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我
不许你走，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！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我又不是不回来。哎呀，不许你走！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回来马上让皇后放人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……呸！不许说这种话！快蹦3下！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行了吗？再蹦3下。再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还要蹦3下。还蹦3下。我呸！我呸！皇上，北征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您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不行，我要去。娘娘，衣服。皇上，皇后为何这么晚才来？我没想好要不要送你啊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头顶上的盔缨也比别人高半尺，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瞥。你慌慌张张的赶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还要祝皇上一路顺风，万事如意，旗开得胜，年年有余，马到成功。够了，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娘娘，娘娘，这2个字儿您都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您实在无需再这么刻苦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把这2个字给练好。自打皇上走后，您天天写他的名字，奴婢真的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了呀。自打齐胜走后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是悲还是喜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娘娘，您每天除了练字，就是变着法的往太皇太后那儿跑，奴婢实在是觉得不正常，奴婢有点担心您。在这宫里，要数齐胜和太皇太后关系最好，如果他写了一封家书什么的，肯定会写给太皇太后的，所以我才每天去缠着他老人家，想探探口风。娘娘，您看您都快魔怔了，要不我们想点别的事情做，转移一下注意力？不行，我今天还要去趟圣灵宫，万一有消息了呢？自从圣儿走了以后，你就隔3差5的过来看望哀家，哀家真是没白疼你啊。无论皇上在不在，我都会跑过来，在您跟前尽孝的。可哀家也知道，你又要问哀家有没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哀家没有圣儿的消息，你呀，就是太过担心圣儿了。我也没想到，现在会是这样的心情。太祖当年征战沙场，哀家也是独自一个人在后宫等待。你现在的心情，哀家是明白的。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能做的就是把心装在肚子里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是寻常的女子。从你成为皇后的那天起，你就要知道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皇帝驾崩，政局动荡，而你要学会独当一面。哀家就是随口一说，凭我圣儿的本事，一定会率领我南下大军，凯旋而归。是。我爹不见了。你爹？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3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
难道是九王把杨玉叫走去谋反了？不对，杨玉已经被削去了兵权，再说也不可能瞒着你啊！哎呀，真是细思极恐啊！会不会是？你爹早已投靠了齐胜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胜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。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姐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嗯。